那要将这个可能的冲击跟损害能够降到最低。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应变机制，那也召开过3次的应变会议。那首先就是针对这个航班的调度，那在有差不多500位滞留的这些旅客，我们协调其他的航空公司，那希望在今天完成疏运。那再者就是有关于受波及的订票的旅客跟旅行社我们也请民航局跟观光局来协助，那要将这个可能的冲击跟损害能够降到最低。那再者，我们也针对远航的这个员工的权益那有协调劳动机关来呢保障他们的权益。那对于大家所关心的，在年底跟春节的疏运，特别是离岛受冲击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金门跟澎湖，我们也协调了航空公司来加开这一个班次，跟扩大机型，那用就是重新呢来这个解决有关于离岛的在春节跟过年前后的疏运的一个压力。那有关于对于远东航空的监管我们这2年来因为有看到它在营运上的一些状况所以特别去强化了对飞安的这个监管，还有财务的查核也设立了消费者保护的信托的专户，所以关于后续可能涉及到的退票或者是赔偿也请社会大众呢不用恐慌我们先前就有一些预防性的机制。那我本来就没有要关掉公司那远航是一个60几年的公司，也不是我创立的有没有张安伟，他都是可以出国的。位置准备好了。我想，我跟副董事长我们首先跟造成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不便及造成这个员工的不安跟大家道歉。第一个啦这个是一个资金未到位突发的状况那我们队并没有拖欠任何的款项包括员工的薪水，我们也没有要结束营业，也没有资遣费的问题。那我们对旅客的权益也都顾及得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承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有3组以上的投资人正在洽谈那在这2个礼拜左右陆陆续续会有10亿的资金到位了。那我们也会正式的行文给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我本来就没有要关掉公司那远航是一个60几年的公司，也不是我创立的有没有张安伟，他都是可以出国的我觉得这个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依靠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要照顾多少1000多个家庭，所有的人的焦点、责任、义务全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所以我需要有其他的投资人。那我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宣布，我们有其他的投资人在我昨天给大家的信之后，马上我已经这个本来认为很多这个迟迟未进的投资款可能已经不可能了，
可是现在昨天之后，突然都愿意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愿意投资进来。哦，这个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我不怪任何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后我了解哦，当时他们都承受莫大的压力啊，那只能说先安抚，所以他们擅自发了一些文，那我只能说危机处理得很好，但是稍微过急了。哦，那这个起码确定一下，这个我们开个玩笑，确定一下我死了没嘛，对不对？